各位，上一期我哋講完青龍嘅古仔啊，入邊提到傳說有個散居喺長江同漢水一帶嘅古老部族，佢哋老咗之後會慢慢變成老虎。咁到底呢個係個乜嘢族群呢？變虎傳說背後又隱藏住啲咩秘密呢？今期我哋慢慢講下。喺晉朝幹部寫嘅《搜神記》卷12入邊記載，江漢之域有舒人，其先廩君之苗裔也，能化為虎。呢班叫舒人嘅遠古部族，散居喺長江漢水一帶，係巴人祖先廩君嘅後人。傳說佢哋可以由人形變做老虎。跟住呢，《搜神記》入邊仲講咗一個舒人變虎嘅古仔噃。話說喺古長沙偏遠嘅東高一帶，啲人為咗防老虎，整咗啲圍欄陷阱嚟捉老虎。有一次，陷阱就俾人踩中啦。啲村民知道之後呢，個個走去睇熱鬧啦。點知奇怪啦，困喺陷阱入邊嘅唔係老虎噃，而係一個戴住紅色頭巾同大帽嘅人。嗰個人呢，自稱係亭長，即係負責地方治安、管理戶籍、傳遞公文呢啲嘅官老爺啦。大家就好奇啦，問佢點解會困咗喺度。亭長就好猛整啦，同大家講翻個經過。原來啊，佢俾縣衙緊急召見，行夜路避雨嗰陣呢，唔小心就入咗呢個陷阱度。佢仲喺衫袋度抄翻張文書出嚟證明身份，咁啲村民先至信佢，放翻佢出嚟。點知驚人嘅事發生啦！呢位亭長可能趕住去報到啊，眨眨眼竟然變咗隻老虎，一嘢就衝入山林唔見咗。啲村民咁先醒起，原來呢啲就係傳說中嘅舒人。佢係因為變咗老虎，趁夜趕路，先至誤中捕虎陷阱。唔止喺《搜神記》，宋朝嘅《太平御覽》、元朝嘅《雲南志略》、明朝嘅《虎會》呢啲古書入邊呢，都有類似人變老虎嘅記載。其中《雲南志略·諸夷風俗》入邊仲記載過一單真人真事。元成宗大德6年嘅冬天，一位平章政事平定粵西叛亂嗰陣，親眼見過一個俾人射殺嘅人，竟然生咗條3寸幾嘅尾。佢就好出奇啦，問翻當地村民，村民話好似咁樣生條尾出嚟嘅人呢，老咗之後就會變老虎，仲話呢啲嘢喺佢哋嗰度成日見，好出奇咩？現代彝族嘅祖先古時呢叫做羅羅，雲南楚雄州大瑤縣曇華山嗰邊嘅彝族同胞，到今時今日都仲信人喺100歲之後就會換過棚新牙，啲汗毛都會變長，死咗之後就會變成老虎。前面古仔入邊講到生咗1、2寸長嘅尾呢，正正就係就快變老虎嘅先兆啦。咁問題嚟啦，呢啲變老虎嘅離奇傳說到底係點嚟嘅呢？舒人啊，係巴人祖先廩君嘅後人。廩君原名無雙，佢俾巴人祖先當中嘅巴、樊、寢、商、鄭5姓部族推舉做共同首領。胸懷大志嘅無雙發奮圖強，帶領巴人越嚟越強大。佢率領5姓沿沂水向西發展，去到鹽陽之後，再向川東擴展，最終建立咗古老嘅巴國。中間仲有廩君同鹽水女神之間嘅淒美神話。《後漢書·南蠻西南夷列傳》入邊話：廩君死，魂魄西為白虎，巴氏以虎飲人血，遂以人辭焉。傳說廩君死咗之後，魂魄化成一隻白虎，所以巴人崇拜嘅圖騰由蛇變成白虎，尊重白虎做神。早期甚至有用生人祭祀白虎嘅習俗。舒人作為廩君嘅後人，繼承咗對白虎嘅崇拜，將死咗之後化成白虎當做最好嘅歸宿。呢種強烈嘅虎崇拜，慢慢演變成人變老虎嘅神話傳說，所以就有咗之前講嗰啲離奇古仔啦。今時今日，鄂湘豫黔4省市交界嘅武陵山區，長陽土家族自治縣、恩施土司城嗰邊嘅土家族同胞呢，普遍認為係廩君嘅後代。佢哋到而家都仲保留住對白虎嘅崇拜。
土家族地區以前流行過一種叫做還人頭願嘅習俗，其實呢，就係古代巴人用生人祭白虎神嘅一種演變。後嚟呢種野蠻風俗俾人慢慢拋棄咗，取而代之係另一種叫做還願嘅儀式。喺儀式度呢，掌壇師用劏豬刀吉自己個頭，流啲血出嚟滴喺嗰啲紙錢度，掛起之後就燒咗佢。呢種儀式一定要見紅，即係要見到血，咁先至當係還咗願嘅。咁講開土家族嘅起源呢，好多地方仲流傳住一個美麗嘅神話故事噃，同書人變虎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嗱，故事大概係咁嘅：好耐之前，有個土家族女仔去咗一個叫做碧木立嘅地方放羊，夜晚呢，淨係可以瞓喺山上嘅岩洞度嘅啫。不過好煩㗎噃，呢度成日有柴狗出沒咬傷啲羊，搞到個妹妹就好慘嘅。於是個女仔啊就發誓啦，邊個同佢趕走啲柴狗，保護啲羊呢，自己就嫁俾佢。咁通常劇情嚟到呢度呢，主角就出場噶啦。個女仔一講完啫，突然有隻白虎出嚟，將嗰啲柴狗趕到影都冇晒。女仔就好驚奇啦。佢話雖然自己發咗誓啫，但係趕走柴狗嘅係一隻白虎，咁點算呢？夜晚黑，個女仔趕羊翻去岩洞，嗰隻白虎竟然跟埋嚟噃，眨眨眼就變咗個後生嘅靚仔。個女仔嘅心情係可想而知啦，即時就家長指引啦。於是乎，日頭個後生仔變做白虎喺山上睇住啲羊群，夜晚黑白虎就變翻做後生仔喺個岩洞度陪住個女仔。從此啊，佢哋兩個就過住啲幸福生活啦。後尾佢哋一共生咗7個仔7個女。咁呢個女仔就教啲細路叫白虎做力巴。不過冇意外嘅古仔就唔算係好古仔啦。有一日，白虎同呢個女仔咧喺山坡嗰度放羊，突然個天上邊打個響雷，白虎化成一粒星飛咗上天消失咗。咁佢老婆先至明白，原來白虎嘅真正身份係天上嘅白虎星君。咁呢個故事呢，明顯就係廩軍化白虎同西方白虎七獸夾埋一齊嘅產物。雖然呢個故事可能唔係好古老，但係入邊呢仲係可以見到書人變虎嘅遠古神話基因。至於白虎嘅神話呢，其實早喺上古奇書《山海經》入邊就有記載啦。《山海經·大方西經》話：有山名曰崑崙之丘，有神，人面虎身，有紋有尾，皆白處之。即係話崑崙山上面有位無名神，生到人面虎身，有斑紋同條尾，仲要全部係白色，名副其實係一位白虎神。而喺離崑崙山冇幾遠嘅有山上邊呢，亦都住咗一位有白虎特徵嘅神。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話：右西290里，曰有山，神欲修居之。欲修呢係西方天帝少昊嘅副手，同時亦係少昊個仔。根據國語晉語記載啊，欲修係人面白毛虎爪，可見佢同白虎都有幾多淵源嘅。《山海經·西次四經》仲話：右西220里，曰鳥鼠同穴之山，其上多白虎白玉。嗱，講到呢度呢，我哋好容易發現，幾乎《山海經》入邊同白虎有關嘅記載都係出現喺西方。咁現實入邊啊，崇拜白虎嘅廩軍後人生活嘅區域呢，亦都喺華夏版圖嘅西部或者西南。而出名嘅四象之一白虎，同樣係西方七獸嘅化身。以上種種唔通真係純粹係巧合？羌族啊，係華夏大地上最古老嘅族群之一。佢哋發源自中土大地西面金青交界嘅黃河上游同渭水上游一帶，之後佢哋向四方遷徙，同其他土著民族融合，慢慢形成新嘅族群。《後漢書》卷87《西羌傳》入邊記載過春秋時期羌人祖先桓劍嘅古仔。桓劍因為俾秦國人追捕，匿埋喺岩穴入邊，咁秦國人放火燒山啦，就喺呢個時候，好似有隻老虎咁樣嘅影出現，幫桓劍逃過一劫。呢件事講明羌人崇拜老虎嘅歷史好早就存在啦。而羌人嘅後裔廣泛分布喺我國西部同西南地區，佢哋遷徙過程入邊同當地土著融合，
跟住成為而家嘅藏族、彝族、納西族等嘅祖先。古羌人嘅苦崇拜於是流傳落嚟，其中就以彝族保存得最完整。分佈喺大小涼山、哀牢山、烏蒙山嗰邊嘅彝族有上百種分支，一直以嚟都係崇拜虎嘅族群。彝族祖先唔單止以虎自居，仲認為虎就係佢哋崇拜嘅祖先。我哋可唔可以大膽推測呢？呢種羌人對虎嘅崇拜，唔單止造就咗《山海經》入邊西邊各種同虎有關嘅神話，仲可能對巴人產生影響，令巴人由蛇崇拜轉向白虎崇拜呢？咁點解係白色嘅虎呢？到而家都冇一個肯定嘅答案。一般嘅講法係白色喺五行入邊係對應金，而西方對應嘅正正就係金啦。呢個講法好似冇得駁嘅，但係要知道五行學說係文明時期嘅產物，成熟嘅五行學說呢，最早淨係可以追溯到戰國，而崁君嘅時代就早得多啦。況且白色老虎現實入邊亦都係真實存在噶。咁到底係白虎神話影響咗五行學說呢，定係五行學說催生咗白虎神話呢？到而家都冇人知。不過相信隨住考古不斷有新發現，終有一日我哋會揾到個圓滿嘅答案。白虎嘅古仔呢，今期就講到呢度，下期我哋會講最後一隻神獸朱雀，係咁先。